各位香港市民，最近有位兼職特首嘅朋友，佢拍片放上網，再兼職埋做 YouTuber。本人身為一個全職嘅 YouTuber，對此深表遺憾。你既然揾緊幾十萬個月，簽份約又有5000幾萬落袋，咁點解仲要影響全職 YouTuber 嘅生計呢？ YouTuber 係無辜嘅，加上你有咩想講，根本可以上電視台扮被訪問，咁點解仲要阻礙網絡嘅交通呢？你佔領 YouTube 嘅行為已經嚴重影響網絡嘅核心價值，亦滋擾咗香港市民嘅正常生活。你嘅意見我哋已經聽到，因為你嘅意見每次都係一樣嘅，雖然你嘗試用唔同嘅文字嚟表達。我現在呼籲，請你馬上盡快撤離 YouTube， 停止一切佔 YouTube 嘅行為。仲有，如果睇片，我係寧願睇4點鐘許垂嘅。I now recap in English. Please fuck off from YouTube. Please fuck off from YouTube. ASAP。其實你有咩想講，你唔使拍 YouTube 片啦，你都代夠啦，你仲使乜喺 YouTube 度爭飯食啫？你有咩想講，你咪落去同啲學生兜面講咯，佢哋唔會食咗你嘅。